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雖然塔羅牌係好準，但唔係樣樣問題都適合塔羅占卜去問㗎喎。大家可以先留言話我知，你哋覺得塔羅通常最常問嘅問題係邊兩大類呢？第一當然係感情啦，第二就係事業啦。其實例如財運、健康，可唔可以用塔羅牌嚟問嘅呢？其實塔羅牌主要反映潛意識。如果你問嘅事係從個人心靈嘅角度，比較難去控制或者改變嘅事情，例如橫財、健康，咁可能就唔係一個最適合嘅工具啦。而且要注意，例如健康問題，我哋先要了解問卜者係唔係遇到一啲比較嚴重嘅健康情況啦。如果想透過塔羅占卜嚟到確認先至去做檢查，我哋就會有比較大嘅風險啦。同樣道理，如果問一啲專業或者長遠嘅事情啦，例如法律、結婚、離婚、財產分配等等，要提醒問卜者最好揾翻相關嘅專業人士諮詢。嗱，呢個呢就係占卜師嘅專業服務守則啦。咁其實係咪以上嘅範圍就真係一啲都唔可以問嘅呢？只要佢已經揾咗專業人士去諮詢，而過程中需要做一啲選擇方面嘅預測，其實都係可以噶。占卜師係要好小心去定每一個問題，同埋提醒問卜者決定權喺自己度，占卜結果只作參考。今堂講到呢度先，大家如果有任何占卜上嘅問題，歡迎留言，記得追蹤我 Manny， 下堂見。